启禀皇上，自刺客于船上行刺皇上之后，臣一直惶恐不安。经过连日追查，终将刺客捉拿归案，还请皇上示下，该如何处置？这种丧心病狂的刺客留在世上也是个祸害。你设个法，在状纸上画个押，推去菜市口斩首就好了，无需再行处置。皇上是说，那刺客不用再审吗？臣启皇上，这好像不符合规矩。这帮人挥剑刺向朕，朕亲眼所见，李卫李大人也亲身经历了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再审也就是浪费时间，反而夜长梦多，不妥当。可是皇上，万一刺客有同党的话，有同党就更好了，说不定在去往菜市口的路上有劫匪，到时候一网打尽，把2件事变1件事，岂不是更好？皇上，好了，此事无需在意。朕累了，你们都跪安吧。臣等告退。皇上这是怎么了？啊，这不像皇上的处事方法。我也觉得皇上的样子有些怪怪的，但又说不上来。你刚才瞧见那帮老家伙的脸色了吗？他们是又生气又不敢说，真是太痛快了。大人放心，属下已经在研究起居录，等对皇上的性子更加熟悉一点，他们就更看不出来了。宫里的御前侍卫和皇上的贴身宫女太监都换过了吧？都按大人的吩咐换成我们的人了。以后我们在宫里就可以横行无阻，没有人可以和我们抗衡了。好，本以为抓到了那些刺客，我们的末日就到了，可没想到居然因祸得福。老天爷还是真够厚待我札兰太的呀！皇上是不是很痛苦？皇上看着这个就不会痛苦了。皇上，你是不是很痛苦？皇上看着这个就不会痛苦了。皇上，看着这个。皇上，皇上，来人，扶皇上回养心殿休息。这。你不是说你的方法是万无一失的吗？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此术原本是万无一失，除非在皇上心目中有个挥之不去的人或事件，令皇上念念不忘。当皇上的意志力超过皇上身体的承受力时，就会出现刚才的情况。大人也不必担心，以后尽量不要让皇上来这里就好了。这催眠的方法固然对我有利，但终究还是有破解之法。万一皇上忽然恢复过来，不行，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。你先回去吧。哎，你说那个玉贵人真是可怜，刚生完孩子就不吃东西，整天打人骂人的。哎呀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你可千万要伺候好了，不能出一点差池。
这宫里的女人向来都是母以子贵的，她如今生了儿子，地位不比寻常。这万一哪一天皇上又想起她来了，没准儿啊，还是一个母仪天下的命呢。到时候可是亲者快，仇者痛，后悔都晚了。哎，那倒也是啊。不过咱们做奴婢的哪管得了那么多呀？参见玉贵人。参见玉贵人，你是谁？臣札兰泰。主子，札大人是皇后娘娘的弟弟。原来如此，是皇上让你们放本宫出来的。娘娘，皇上国事繁忙，无暇顾及，是微臣看娘娘诞下龙嗣，功在社稷，住在宗人府，恐怕诸多不便，所以请皇后娘娘下旨，让娘娘搬回咸福宫静养。原来本宫是沾了你的光啊！本宫还以为他们都不要你了。怎么会呢？龙子龙孙，皇上皇后一样重视，请玉贵人起驾吧。慢点。请。娘娘刚刚诞下龙子，不知有什么爱好，喜不喜欢听戏呀？如果娘娘喜欢听戏的话，最近有一出新戏，叫做《狄仙记》，讲的是明朝万贵妃专权的故事。万贵妃害得继妃身怀有孕，却不能见天日。皇上呢，什么也不管。直到有一日皇上不在了，继妃的儿子登了基，继妃才算苦尽甘来，衣食无忧。本宫听过这出戏。继妃她很幸运，全宫上下只有她一个人为皇上诞下了一个龙子。不像本宫，皇上的阿哥那么多，恐怕轮也轮不到吧。那也未必，事在人为。如果娘娘愿意的话，微臣愿意代为筹谋，就像本朝孝庄太后一样。她生的顺治爷是老九，可还是在多尔衮的扶持下母仪天下。大胆！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说的这些话，就算有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。如果这也是皇上的意思呢？臣妾参见皇上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茶不烫不凉，正合适。喝一口。皇上，皇上这是……以后朕只宠你一个人，只爱你一个人。皇上，皇上知不知道，臣妾等皇上这句话，已经等了好久好久。
皇上，皇上，扎兰泰，皇上这是怎么了？娘娘，微臣不是跟娘娘说过了吗？微臣可以代娘娘筹谋。你用什么妖法控制住了皇上？你简直就是罪该万死！这世上的事向来就是成王败寇，失败了自然是罪该万死。可万一成功了呢？就是流芳百世。皇上清醒的时候对娘娘并不好，这可是娘娘唯一的机会。就算娘娘不为自己着想，也得替小阿哥想想吧。如果娘娘同意的话，从明天开始，皇上就会生病，1年之后将会不治而亡。到时候，皇上便会下旨立娘娘的儿子为太子，你我共掌天下。王爷，苏公公，不告而别，情非得已。勿思勿念，有缘再聚。你要去哪儿？你想回皇宫见皇上？你怎么知道？从你看到皇上回宫的那一刻起，就一直魂不守舍，你心里就忘不了皇上。不是的，皇上有危险。危险？我学过读心术，我可以从人的面部看到他内心的想法。上一次我见皇上，他脸上没有一点表情。试问一个人，怎么会在那个时候心里没有任何想法，也没有任何表情呢？还有那个江湖术士，他的行为举止和皇上一模一样。这所有的事都太奇怪了，我一定要去看看。你以为凭你的一己之力就能够进入皇宫吗？我会联系好秀春姑姑，她会帮我的。你要去的话，就必须带上我一起。这太危险了，我不想连累你。我不怕被你连累，弄不好会送命的。让我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活着，还不如一起去死呢。王爷，莲儿，让我跟在你身边，总好过没有你的消息。一刻一刻的煎熬，那才是真正的地狱。还有我，你不会想丢下我吧？我呀，在宫里待的时间比你们长，对宫里地形也比较了解。你没有我，这事绝对办不成的。好，只要我们3个一条心，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的。来。李公公，如果不舒坦，我立刻给您换一个。舒坦，舒坦，这世上就没有比这个位置更舒坦的了。舒坦就好。我手里有件东西，是有人托我捎给您的，您瞅一眼看看，合不合您的心意？这是谁给你的？您要不要见见？快叫进来！你们一会儿把储秀宫的东西取了，就赶紧离开，千万不要乱走，听到了没有？你们在宫里可都是首领，要是被发现了，我也要受连累。行了行了，都说了100次了，你不想要各宫机要了？得，算我败给你们了。这是皇上最爱吃的食物，我想自己弄。娘娘，您没事吧？
奴婢这就回宫拿点药，马上回来。看来玉树对皇上是真心的，如果能为我们所用，就事半功倍了。哎，要不趁现在没人，咱们过去吧。走走。哎，你们行，走，记住了，这一趟是你带我们来的，万一出事儿，我们得一块儿死。哎呀，你们疯了吧？这个时候还敢往刀口上走？哎呀，就别废话了，走。这回我算是栽了，后悔也晚了。这么快就把药拿来了？玉树，怎么是你们？你不要声张。我们来是为了皇上，他可能被挟持了。他的表情没有一点震惊，莫非他早就知道了？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一定要帮我，要帮皇上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要回宫了。玉树，你很爱皇上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不会包菱角，把手包成这样。既然如此，你心爱的人有难，你怎么能不伸出援手呢？你为什么总是要装出一副很了解我的样子？你不要逼我。现在宫里到处都是扎兰泰的人，我不想让他继承皇位，我也不想母仪天下，我只想好好的活着，可以吗？原来他想让你的孩子继位啊，那你可就惨了。你想想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啊！一旦皇上没了，小阿哥登了基，哼，你觉得他会跟你平分天下吗？即使他会，难道他不怕你把他弑君篡位的事说出去吗？这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只要挟天子就好了。你觉得你会有什么好下场吗？你要干什么？玉树，你别伤害树。我也有一个女儿，正好比她大一点。我照顾孩子很有经验，在确认皇上安全之前，我会帮你照顾她。不知道娘娘召微臣来，究竟所谓何事啊？下去吧。是。昨儿个本宫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本宫拉着小阿哥的手走进太和殿登基。可是有好多的闲言碎语，说皇上根本就不宠幸本宫，怎么可能立本宫的孩子为太子呢？后来，本宫醒来以后就仔细想了想，想跟札将军商量一下，可不可以安排本宫伺候皇上。这一来，可以让大家都觉得皇上宠幸本宫，不会怀疑小阿哥；这二来，本宫也想多见见皇上，毕竟这一辈子见面的日子已屈指可数。娘娘考虑得十分周到，微臣这就去养心殿安排一下，以后每晚都会召娘娘去养心殿伺候。微臣也会在六宫中发下话，说皇上宠幸娘娘。如此最好了。那微臣就先行告退了。不送。还好，都进展得很顺利。希望一直都这么顺利才好。你都不知道我刚才有多紧张，手里全是汗。我们再难也要熬过去，一切都是为了皇上。臣妾参见皇上。你们都下去吧，这里不用伺候了。是。
我是莲儿，你还记得我吗？皇上，我们之间发生过很多事情。我一开始把皇上当成了小太监，我跟着皇上去了战场，我们之间有好多美好的回忆。皇上，您还记得吗？没用的，他现在已经完全被他们给控制住了。你说什么，他根本听不见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帮皇上？我也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哪里。莲儿，莲儿，玉书，你听见了吗？皇上认识我了，他认识我了。皇上，我就是莲儿啊，我来救您了，您千万要撑住啊，一定要没事，你明白吗？啊！玉树，皇上有反应了，皇上他有反应啊！皇上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好好想想啊！我们一起掉进枯井里，我们一起去卖孔明灯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好好想想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怎么，皇上，皇上？皇上，皇上没事吧？皇上这是怎么了？你问本宫，本宫还想问你呢。皇上这是怎么了？皇上，看着这个就不痛苦了。皇上，看着这个就不痛苦了。还不快扶皇上去坐着？是，皇上，来。敢问娘娘，皇上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话应该本宫问你才对吧？皇上身体不好，需要静养，娘娘还是先回宫吧。好，那皇上就交给你来照顾。这，我们走吧。是。我的摄魂术应该不会有问题。这个玉贵人，皇上也见过很多次，也不会有问题。但会有什么东西刺激了皇上呢？难道是这个宫女？哎呀，王爷您就放心吧，有玉树在，一定不会有事儿的。哎，怎么样了？已经确定皇上被控制了。我看见那个江湖术士拿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好像在对皇上做法。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画给你看。这是西域的摄魂术，我在书上看到过。一旦被人控制了，这个人将会被人一生所用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只有把这个法器偷出来毁掉。但是，一般这个法器他们都会戴在脖子上，连洗澡也不会摘下来的。那我们就想个办法把它偷出来。不行，屋子里全是他们的人，这万一要是法器不见了，他们必然会拿皇上开刀，这样实在是太危险了。那应该怎么办？可以换一件。仿造这个东西并不难，难就难在我们怎么把它给换过来。不错。牡丹，哎，牡丹，牡丹，牡丹，你等等我，牡丹，牡丹。姐姐，别来无恙。我知道你记恨我，
是我不好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可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啊！过去的事情，我不想再提了。我只想请你，看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，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这几天，曾大哥就要被斩首了。我想请你帮我把他救出来。这我可帮不了。他要是逃走了，李卫会有麻烦的。我的傻姐姐，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？那个男人，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爱的只有名利和权势。只有我，你的亲妹妹，才会把你放在第一位。想当初，把进宫的机会让给了你，才会替你做冷宫，被火毁了容。是，我知道你为我付出了很多，可你不是我，你不了解他。没错，他以前是追逐名利，可是现在他不一样了。他对我很好，他对我很真心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牡丹，你的忙我帮不了，你也好自为之吧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别怕，这是蒙汗药，只是一点点，伤不了身子。姐姐，实话跟你说吧，倘若他对你是真心的，我只要挟持你来威胁他就好了，根本就不用来求你。可是，我一点都不相信他对你的感情。既然你执意痴迷不悟，那我们就来试一试。倘若他肯拿曾大哥来换你，那就表明他对你是真心爱惜，我也就可以放心的把你交给他了。假如他不肯来救你，你也能看清他的本来面目，也就不会再怪我为难你伤心受苦了。不管他来不来，你都能救曾静。我必须救曾大哥，可我也想救你。姐姐，你就帮帮你苦命的妹妹吧，这其实也是在帮你自己呀。大人，有人给您送了一封信。你心爱的女人在我手里，若想救她的话，明日带着曾静独自一人来城外的十里河边，不然你就等着为她收尸吧，牡丹。这群乱贼，敢动我李卫的女人！李卫，李卫，李卫，李卫！哪位好汉有我前来，请出来相见。人你带来了吧？在麻袋里面，你自己看。你看到了吗？他对我是真心的，还不快放了我！
真心也好，假意也罢，总得见到真人才好。哼，你自己看吧。我的人都在树丛中埋伏着，你看看。你要敢玩什么花样，我一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我是一个人来的，能耍什么花样？倒是你，是不是应该把我的人还给我？嗯。李薇，想跟我斗是吧？你还嫩了点。早知道你有诈，还不承认？看看你身边的人是谁？哼！你利用我姐来冒充我抓了曾静，我自然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现在姐姐在我们手里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怎么做。哼！区区一个女人，拦不住我李卫，把这群乱贼给我一网打尽！上！走！追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让他们跑了，给我追！追！今天谢谢你的帮忙。告辞。男人呐，都是经不起考验的。你越是想考验他，结果却越让你痛苦。你就那么保证，你那个曾静对你是真心的？哼，他甚至连你我都分不出来。这个我也说不好。可我就是无法控制自己，不想他，不爱他。现在，他马上就要被砍头了，我的心里都揪成了一团。我就想，哪怕他不爱我，只要他能活着就好。可是现在他要死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连个念想都没有了。你的感觉就是我的感觉，所以就算李卫他再坏，再不顾我的感受，可我依然回不了头。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姐姐，你帮我救救曾静吧，你帮我救救她吧。她要是死了，我也没法活下去了。姐姐，你帮我救救她吧，救救她吧！救她？我现在连自己都救不了，还救她？姐姐，你怎么能那么傻呢？既然那个李卫，他追逐名利，不把你放在心上，那你不如就让他名利全无。到那个时候，你看看他还会不会珍惜你？至于我，只要曾大哥他活着，
别的什么都无所谓，什么都无所谓。可是我现在回去，李卫还能相信我吗？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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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比起心里的痛，这点痛算什么？姐姐，姐姐，请。李大人深夜相邀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我心绪难平，纠缠不清，想向大师请教一番。啊，李大人请讲。佛家有云：“四大皆空，人生本是一场空。”我李卫向来随心所欲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从来不会被任何东西、任何人牵绊。可是有一个女子，我一向都不屑于她的存在，只把她当作我的登天梯，当作我偶尔的慰藉。可是突然失去了她，感觉怪怪的。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拽住了一样，不是痛，却很难受，很想哭，却哭不出来。我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难受至极。所以，请大师点拨我一下吧。有爱，故生忧；有爱，故生怖。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。出家人自然不能为红尘所牵绊，可李大人是红尘中人，为何不能接受缘分的到来，偏偏要压抑自己呀？我害怕温柔乡即是英雄冢，我害怕陷进去，那样的话会有很多阻滞。你能逃得了吗？既然逃不了，为什么还要折磨自己呢？其实啊，你可以换个角度来看。爱情固然会让你有许多的牵绊，许多的烦恼，可它同时也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呀。我好像有点明白了，可是我又好像已经来不及了。大人，大人，您快点过来，夫人受伤了。云儿，云儿，大人，去找大夫。是。我逃出来了，逃出来了。云儿。只要有心，一切还来得及。阿弥陀佛。人家也是奴才，我也是奴才，怎么人家就吃香的喝辣的，而我就干苦力呀？老子他妈不干了，不就是一条命吗？哎呦！什么东西啊，那么臭？哎呦喂！我这早上起床气儿没地儿出，随便撒撒，没想到就碰到您了。来，我给您擦擦，给你。我自己来。你看你这玩意儿也脏了。哎，我那有清水，你要不要去洗一洗啊？哎，来来来。哎呦，这玩意儿做的可真好看，这什么呀？这没见过。哎，我瞧瞧，我瞧瞧。来来，哎呦，哎呦。哎呦，你瞧瞧我总是毛手毛脚的，哎呦，真不好意思啊！来，我帮您，对不住您了。
不好意思。吓死我了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看，我们有救了。皇上，皇上，灵儿，皇上，你认识我了。皇上，来，我们起来坐着。皇上，你看看，皇上还认不认识臣妾啊？怎么会这样？玉树，你不要着急。皇上在去江南的路上遇到了刺客，他现在是失忆了。我们的当务之急是，不仅让皇上恢复记忆，还要让皇上继续装着被他们控制，以免再出什么意外。皇上，你听我说，现在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皇上去做，千万要听我的，明白吗？要不然会出大乱子的。